電腦節喺深水埗同灣仔多個電腦商場舉行，喺深水埗有近1000人一早排隊。主辦機構預計今年適逢公眾假期，生意額有望比平日多3倍。陳國雄報導。深水埗多個電腦廣場未到11點鐘嘅開門時間，已經有近1000名市民排隊等入場。商場入邊逼到水泄不通，平價手提電腦6、7折有交易，特價遊戲機手快有手慢冇。排頭位嘅黃先生星期一晚6點已經嚟到，諗住用幾千蚊買電視、電腦硬盤等電子產品。如果佢1年嘅話，其實就最好，因為啲優惠係一次過係累積最多咯，冇以前咁吸引咯。計埋今次電腦節已經係1年內第3次同類嘅展覽，相反期望市民收到政府派發嘅6000蚊之後，會刺激到佢哋消費。薄利多銷，走多啲貨量先。6000蚊幫助都有大幫助嘅，因為之前都係佢哋等嗰個6000蚊發出嚟啊嘛。電腦節通常個個都會有優惠做翻，咁就好多人都會等翻電腦節先至去買嘢咯。主辦機構就相信電腦節其中4日係公眾假期，會旺丁又旺財。預計今次係樂觀嘅，因為喺7日裏邊咧，我哋辦嘅7日裏邊，其實4日係市民放緊假嘅。咁其實如果計我哋以前老場電腦節咧，係8萬人入場人次1日嘅。咁但係因為今次因為仲係紅色日假期啦，同埋始終係年尾，同埋亦都好有啲市民你都出咗糧或者攞咗6000蚊啦，我哋係樂觀咯。咁其實個生意可能比平時係多3倍。電腦節由香港電腦業協會主辦，喺深水埗同灣仔4個商場舉行，一共有600個參展商參展。亞寬頻電視記者陳國豪報道。